今年嘅4月初，同一個舊朋友通電話，得知到佢2024年1月尾咧，啱啱做完癌症手術，仲做咗15次嘅電療。之後佢發覺身體入邊嘅白細胞啦，同中性粒細胞一直處於一個低位，未能恢復正常。佢曾試過用中藥超過3個月，結果都唔係好明顯。由於佢唔喺香港，我就麻煩佢嘅朋友幫針對佢呢個問題嘅濕熱敏轉交寄俾佢啦。用咗大約8個禮拜，佢原本今年3月28日 check 到嘅報告，白細胞係由2.59升回到5.52正常水平。另外佢嘅中性粒細胞嘅絕對值由原本嘅1.31升回到3.96嘅正常水平。一般人以為傳統嘅治療後紅血球低啦、身體疲倦啦、免疫力差啦，都係短暫嘅問題。過一段時間咧會自然回復正常。呢個個案最值得留意嘅地方係白血球同中性粒細胞偏低嘅情況，唔係只喺治療後2024年4月，而係一直持續到2026年。白血球係免疫系統重要嘅一個防線，而中性粒細胞更加係對抗細菌感染嘅前線部隊。當中性粒細胞偏低，身體面對嘅感染風險就會比平時高咗啦。所以呢個情況唔係話治療後身體虛弱咗咁簡單，呢度係反映到患者咧長期處於一個免疫系統功能恢復受壓嘅情況。你可以想象經歷電療之後，免疫系統、骨髓造血、組織修復、發炎反應、營養需求，全部都有可能咧同時受壓。呢個時候病人積極改善飲食同埋生活習慣係非常重要㗎。